比係6蚊雞一隻。6蚊雞一隻啊！12蚊咧就可以買到一孖臘腸同埋一個臘八髀啊！就係呢個五指毛頭清雞。好到。哦，夠嘅。佢又幫你醃鹹佢。係啊係啊係。即刻做到㗎。係我43。哦，羊排43，嗱，新鮮牛肉同埋牛肉丸。70幾蚊可以食到咁靚牛扒，即係香港快餐嘅價錢咯。點讚送一副168蚊嘅太陽眼鏡俾你哋喎，快啲嚟配眼鏡啦，就可以免費拎走一副太陽眼鏡啦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青青啊，見到我背景就知我喺邊個關口啦。我啱啱咧就喺 T 台眼鏡度配完眼鏡啦，咁下一站咧，我而家咧就出發去羅湖村買餸，咁咧我成日咧聽啲網友介紹俾我五指毛頭雞啦，好好食啊！今日咧我特登過嚟買佢嘅五指毛頭雞，有一間開咗5年嘅西餐廳。陣間咧，我今日咧都會帶朋友再試多一次嘅。今日真係好曬好曬啊！右手邊行，好快啊！好快去到啦。原來呢度過條馬路對面咧就係羅湖村啊。我第一站咧就去京湖樂肉菜超市喎。180蚊，價錢俾你，俾我。呢隻公啲，羊肚菌180蚊。佢幫你飛水就可以帶過關啦。幾錢斤啊？50蚊。50蚊。牛肉咧？唔同部位唔同價錢。65啊？縮。哦，可以買翻去喎呢個熟。可以。醃鹹咗嘅，都係你㗎。係啊。你係咪要預訂㗎？啊，唔使預訂啊。唔使預訂都得。你睇邊嚿嘅？佢又幫你醃鹹佢。係啊。即刻做到㗎。係，我鹹蟲啊嘛。你鹹添啊咁樣呢度。我頭先俾咗錢，唔記得咗。唔記得咗啊？羊排43。哦，羊排43。呢一大頭蝦幾錢斤啊？50蚊。咁呢啲咧？38。咩蝦嚟㗎呢個？大白蝦38。潮汕肉卷25蚊一斤。係。呢一啲25蚊一斤。哦，25全部都係25一斤。呢啲全部牛丸咧就係50蚊一斤。哦，牛丸50。哦，平過嗰間啊，京湖街市啊。哦，我第一次嚟咋。哦，60蚊一斤。哦，呢啲用嚟整呢啲上湯㗎。煲湯。咦，仲有呢個？呢個係臘肉，有冇東莞臘肉啊？呢啲係35蚊。35蚊一斤。呢個係40嘅。哦，呢個40嘅，呢啲脆皮嘅，呢啲咧？呢個係35。哦，呢個35。哦，如果你整蘿蔔糕咧，可以試下買呢啲臘腸喎，30零蚊斤。呢就係35蚊。35蚊。臘八髀咧？呢個鴨髀係6蚊雞一隻。6蚊雞一隻啊？唔會好鹹嘅，用嚟做煲仔飯咪好食咯。想試下東莞臘腸，我想200蚊一斤啊？跟住食㗎。哦，45蚊一斤蘿蔔糕，過年瑤柱乾90蚊一斤。90蚊一斤。大年嘅都 OK 嘅。係可以㗎。係咯，用嚟整粟米羹啊都唔。12蚊咧就可以買到一孖臘腸同埋一個臘八髀啊！哦，睇下係咪呢一度先。就係呢個五指毛頭清雞，佢塞住咗啲五指毛頭。係，塞住5隻毛頭㗎啦，好到。哦，幾錢隻啊？35一隻啊？75蚊一隻。一定要買一隻嘅。半隻都可以。半隻都可以。係，嗰個65蚊。哦，呢個65蚊有咩分別啊？嗰個湛江雞嚟嘅。呢個湛江雞嚟嘅。係。全部新鮮蒸嘅。新鮮唔蒸。真係喎，新鮮現蒸喎。係啊，邊啲？我呢個有咩嚟㗎？雞雜啊？哦，即係頭先呢啲雞嘅內臟。係內臟。3檔都好多人買喎。係啊，我咪買緊咯，買啦。買乜嘢啊？買羊肉。買羊肉啊？係好食㗎。好食啊？係啊。你買咗啦？佢蒸雞隔離咧有間羊肉湯粉，好似好好生意喎。可唔可以牛雜同埋牛肉溝埋㗎？得啊。咁要一個細㗎。好啊，整2個啊。放熟佢喎，嚟啦！熱辣辣嘅潮汕牛肉河粉啊！有牛雜、新鮮牛肉同埋牛肉丸。哦，一般是一份。哦，一份。咁一份幾錢㗎？這個不用送給你。哦，送幾和次？老闆好好人啦，仲送我蘿蔔。我見啲蘿蔔好靚喎。下晝嘅4點鐘啦，我到咧個肚咧開始咕咕聲。一係咧就唔食嘢咯。因為食嘢咧，一有嘢食咧，個肚先知道肚餓。同佢張相一樣都係咁腍身咯。呢個牛雜咧就實在咧，佢嘅唯一缺點咧就太鹹。我而家咧就出發去配眼鏡先。
有冇諗過一過關咧就可以去配眼鏡，車都唔使搭？今日咧就受到 T 台眼鏡嘅邀請啦，佢咧就邀請我過嚟拍攝。呢間眼鏡鋪咧嘅地理位置非常之方便啊！一過關喺羅湖口岸一出嚟啦，只要行到出嚟平台，唔使落去地鐵站喎。咁啊行上嚟平台咧，已經見到呢個好大嘅招牌叫做東廣城啊！呢座大廈入邊咧有一間咧喺羅湖口岸最大最新嘅。今日咧我就係嚟拍攝呢一間 T 台眼鏡中心嘅。T 台眼鏡嘅位置咧就喺東廣城6樓，我哋而家咧就上去啦。哇！呢個好得意啊！呢個咖啡區域，喂，消費1蚊就可以有一杯咖啡。好啊，我要試下你推介嘅摩卡啊！靚嘅咖啡，一朝頭早飲杯靚咖啡，可以配完眼鏡仲可以試下手拉嘅咖啡，成個人精神翻啊，好香啊！呢個就免費俾大家飲嘅，有水、清涼茶啦，有水啦，有可樂啦，有茶啦，好甜㗎，唔係講笑啊！隻手放喺呢度。我叫青青，青青係啊，就是青少年的青，3萬尺平方，我相信喺羅湖口岸最大間啊嘛。係啦，我係小龍哥。鏡框加鏡片80蚊咋？你間鋪頭原來有25年㗎啦。對，今年是第26年了。哦，26年嘅漸進鏡片咧就200蚊，包埋框包埋鏡片漸進嘅。80蚊嘅鏡框咧就喺呢度。哦，就喺呢度。都好多款式揀啦。都幾多款喎呢個？呢個都斯文嘅，斯文款多啲。它現在很多都是自動化的，做的東西都不會差。哦，先咧，老闆咧送一個好大嘅驚喜俾我啊！留言點讚就送一副168蚊嘅太陽眼鏡俾你哋喎。168蚊任揀啊！只要你嚟呢度配眼鏡啊，然之後咧有消費啦，唔理你配咩眼鏡啦，可能你配88蚊嘅眼鏡都得㗎。咁之後咧，你喺我影片下邊咧點讚同埋留言之後咧，佢就會送一副價值168蚊嘅太陽眼鏡。佢真係好多人留言點讚嘅喎，手工都唔差㗎，係咪啊，老闆？點讚有點讚，我就送這一副價值168蚊嘅眼鏡俾佢。幾大方，佢送我哋一副太陽眼鏡啊！快啲嚟配眼鏡啦，就可以免費拎走一副太陽眼鏡啦。538蚊係咪都有7折啊？運動護目鏡咧都有7折嘅，好似538蚊折咗之後，即係300零蚊咧就有300零蚊啦，大概可以嚟睇下。呢一次叫你過嚟咧，就有一個最大嘅優惠，立180週年啊！就做緊呢個活動。哦，所以就做緊呢一個優惠啦。蔡司鏡係3.5折，3.5折之後咧，仲可以免費升級變色眼鏡。係啦。可唔可以介紹下咧？1680蚊嘛，3.5折。3.5折。如果係3.5折就係588。即係唔變色嘅就1680啦。如果變色嘅2480咯喎。係啊，變色嘅貴好多嘅。哦，即係。就平280蚊啦，仲平咗280蚊㗎。即係到時免費升級就係呢啲灰色啊、深灰色啊、青色啊同褐色。有一個最新嘅顏色。莫根地紅啊！係啦，俾我睇下。莫根地紅係咩色啊？都變咗啦。係啦。如果帶住佢出去室外咧，就會即刻變色㗎啦。男仔就可能中意呢一啲咯。我配得最多嘅就係呢個深灰色。係深灰色。漸進嘅變色啊，我基本上有2副。一副係漸進變色嘅，一副係漸進唔變色嘅。太陽咧搽眼啊，對隻眼唔舒服啊，保護隻眼咧就適合戴一副變色眼鏡咯，係咪啊？仲可以免費幫你升級變色眼鏡，真係好優惠啊！免費升級變色咧，真係可以嚟呢度考慮下配翻副眼鏡啊！蔡司3維配鏡系統。這個呢？3D 定位。眼鏡幫你定位。即係以前就係咁樣嘅。以前就係咁樣，要咁樣篤嘅。咁依家就唔使啦。係，而家就用呢個。依家咧就用呢個 AI。呢個就好快又整確。啱啱咧老細咧就幫我做咗個人手瞳孔同瞳距嘅個數據啦。咁我依家咧即場咧就試埋佢個 Hoya 嘅 AI 定位個數據咧，同老闆嘅數據咧會唔會係一致嘅咧？好快咧就知道結果啦。可以啦。得啦，咁快嘅？得啦，快過老闆好多喎，幾秒鐘嘅時間啫喎。人手同智能真係有啲分別㗎嚇，時間上慳翻好多。框鏡片的大小都拍出來了，你是59.2。
你看差唔多啫喎。我們測是60。你測就係60，人手就係60。對對。佢電腦測咧就59.2。嗯。哦，爭咗0.8。對，然後臀高，你看它這是23.7，我是24。哦。對。哇，好微小啫喎，爭。它的這個係一致嘅喎。對啊，它就是可以精確到0.1幾了。哦。啊，我們最多就是測到0.5了。哦，即係佢可以精準啲，更加精準啲。是我會信我手點的，因為我手點的我是主觀的。哦。它這個我不知道它是怎麼算出來的。哦，你電腦嘅對比之後咧，真係眼嘅同佢係嘛？同佢相差咗0.8。哦，同高就相差咗0.3，有料到喎，同電腦係一樣㗎，係嘛？即係證明你真係20幾年嘅驗光師。幫啲老人家篩查有冇白內障，其實係咪一定係老人家先有白內障㗎？哦，經常喺戶外工作，成日對住陽光嘅，都有機會有白內障㗎。驗嗰個眼底啊，驗嗰個白內障檢查啊，有可能要2000幾蚊啊，要千幾蚊嘅嗰個檢查費。我呢度都係免費幫你做緊嘅。可以揾小龍哥幫個手幫你驗下對眼啦，佢有專業嘅儀器啦。呢一個係咩新產品？呢個就係 OBD，等於是視覺分析，就是你看這個是晚上的度數啊，然後我就可以對比得出你度數有冇相差？有冇相差？啊，相差可以多，因為你這個是因為你的每個人的角膜不一樣的，不一樣呢，它就會每個地方的度數不一樣，就會造成你的白天跟黑夜的度數相差有相差。那你白天呢？你瞳孔縮小你白天呢？你看這個100度的全部都擋住了。如果相差遠呢，真係相差75度以上呢，我會建議你配2副眼鏡。如果相差唔遠，你就可以配蔡司嘅這個具有瞳孔感光技術的鏡片，它可以彌補你晚上光線暗的情況下的。有啲印花嘅，係咪戴起身會唔會有？見唔見到有 Gucci 嘅印花？有啊，有埋石㗎，好高貴啊佢。呢個就係3000蚊嘅 Gucci 眼鏡啦。係咪特別唔同啲咧？即係自己可以掃呢個二維碼係咪啊？對，這個微信小程序的。哦，即係防真偽嗰啲。然後都可以睇到我哋 T 台眼鏡嘅，證明我哋係有授權嘅。哦，你羅湖係排第1個 T 台。係啊，呢啲可以睇到。我睇到有咩授權嘅品牌，真係。一打開個窗就見到一步之隔咋，即係一過關就可以嚟到配眼鏡。7天無理退回，30日光度不適免費更換，180日質量問題免費維修或更換。呢度咧驗光室咧一共有8間嘅，所以咧都唔使點樣排隊啦。由呢度數過嚟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一共有8間驗光室。呢度就係你哋嘅工廠啊？係啦。眼鏡鏡片工廠係咪即刻可以攞啊？即刻可以攞嘅。就係呢一啲啊？對，你看這些鏡片樣品，你配什麼片，我們都有樣品給你看，就是這種款。就讓你消費得很明明白白。俾個夾子給我。好。形狀。佢掃描咗呢個鏡框。係。之後咧就切割呢個鏡片嘅形狀啦。師傅依家整緊啦，呢個老師傅嚟嘅喎，即係幾快幾純熟佢嘅手勢，撳幾下就搞掂啦。依家整緊啦，依家係咪切割緊啊？切割喺隔離。定位。機械啊！蔡司啊、開雅啊、伊士路啊、羅敦斯德啊、明月啊，係啊，訂製鏡片咧。2折啊、3折或者2折嘅。假如係現成片咧，即係即場攞到嘅咧，就唔係漸進片咧，就係2.8折。
唔參加佢嘅賽思漸進免費升級變色嘅，你唔想變色嘅呢，仲可以港幣1對1嘅人民幣。最後呢，我哋都要多謝小龍哥送咗咁大優惠俾我哋啊！配眼鏡送168嘅太陽眼鏡啊！如果你哋都咁啱需要配眼鏡呢，記得嚟羅湖嘅 T 台眼鏡揾小龍哥配眼鏡啊！咁啊由 T 台眼鏡行過嚟佳寧拿對面嘅呢間西餐廳叫做深 Fusion 啊！咁我第2次嚟食啦，今次呢特登同朋友再食多1次嘅。同埋檸檬，好大陣迷迭香味，所以我第一啖已經飲到佢啲水係同平時出邊飲嘅檸檬水唔同。其實佢原價係228喎，如果美團買到158喎。好食嘅。係啊，呢2款係小食嚟㗎，都係送即係包括喺餐入邊嘅小食嘅。咁依家食緊佢其中一個小食就係蝦皮蘑菇忌廉湯。好香濃嘅蘑菇味啊！冬天飲呢，成個人呢暖晒啊！係佢份量唔算大，不過其實夠食咗2個人，都幾漏嘅其實。我覺得中意濃味嘅人呢都 OK 嘅，因為我都食到蟹子啦同埋芥末嘅味。上一劑啊，哎呀算啦，下次你哋嚟呢可以嗌5成咯，唔緊要啦，熟咪熟，下次嗌5成啦。食咗先，呢個單點係98蚊嘅，咁我依家嗌咗個套餐包埋入邊。呢個套餐158蚊，人均幾多錢啊？70幾蚊可以食到咁靚牛扒，即係香港快餐嘅價錢咯。我仲嗌咗加咗呢個26蚊嘅泰式大尾貝啊，就係呢一個，幾肥美喎，唔知有冇沙嘅呢？最後記得訂閱、點讚、留言呢條影片啊！下集見，拜拜。